大家好，我係詭異。今集詭異為大家講解嘅係 YouTuber AP 人生嘅爭議懶人包。今集嘅主角 AP 出生喺一個破碎嘅家庭。根據佢喺探員 X 嘅專訪入面所講，佢嘅爸爸媽媽喺佢好細個嘅時候就已經離婚啦。原因有幾個，一嚟就係佢嫲嫲同佢阿媽唔啱，有婆媳嘅糾紛；二嚟就係佢爸爸爛賭爭人錢，有追數佬上門追數，影響到 AP；三嚟就係佢爸爸喺外面另外有女人。咁喺呢三樣嘢嘅影響底下，佢媽媽離婚都係好正常嘅。但 AP 嘅爸爸就唔想佢兩母子離開佢，咁就曾經以做傻事去威脅，搞到之後 AP 同佢媽媽依然同佢爸爸同住喺南區嘅唐樓入面，離婚又同住，自然就會成日嘈交噶啦。佢哋兩公婆每星期都會嘈幾次交。雖然喺咁嘅破碎家庭、家嘈屋閉嘅環境長大啊，但 AP 都感受到唔少嘅愛，唔知係覺得虧欠啊，定係其他原因啦。佢媽媽非常之錫佢，情願自己唔出街，都盡量將每分錢都使喺 AP 身上，甚至乎會有啲過火，包括縱容 AP 小學就成日唔返學，每星期只係返3日至到4日，又會買玩具啊、遊戲機啊俾零用錢佢，更甚嘅係會幫 AP 約埋人出街。就咁樣 AP 就喺咁嘅家庭入面長大，長大之後可能係經歷，可能係其他原因， AP 嘅媽媽就患有精神病啦，會有幻覺、語無倫次，例如成日喺屋企嗰條罅嗰度話見到有鬼，白色一條嘅會影低，去到後嚟更加會神志不清，經常鬧 AP。而最嚴重嘅就係佢媽媽有做傻事嘅傾向，曾經喺 AP 做嘢嘅時候致電過去道別。AP 知道有事咁就唔收線啦，趕返屋企先救咗佢阿媽一次。經過呢次之後，佢媽媽就改變咗策略啦，喺第日就用電話錄音道別，跟住唔聽電話，然後就開咗扇窗做傻事離世。由於至親走咗，所以 AP 喺嗰陣時就會珍惜每一刻同人相處，開始同佢爸爸嘅關係好返，會成日食飯，甚至去旅行。而喺工作方面，即使佢媽媽走咗，但生活依然要繼續嘅。綜合 channel ACOO Beauty Exchange 同埋好大個網嘅文章 AP 點靈探人生，根據呢啲資料訪問所講，2019年嘅時候坐唔定，唔中意單一同埋固定工作嘅 AP 就開始唔想返工打工啦。而嗰陣時佢睇到一個人一人靈探嘅片段，見其他人拍片咁好玩，又可以揾到食，佢又知香港好多人中意睇靈異嘅嘢，只係好少人拍靈異嘅嘢。當時啦，覺得咁樣會爆紅，咁佢就去拍啦，去玩啦，去追夢啦。佢第一條片就係去馬灣舊村，第二條片就去達德。但呢兩條片啱啱開始嘅時候反應亦都唔係太好，每日只係得1000嘅觀看數。喺自我懷疑底下，佢就繼續拍，去到新屋嶺嗰條片就開始受關注啦，多咗4000訂閱。而正當佢努力準備發大去做之際啊，佢就遇到第一個嘅困難。喺2019年至到2020年間，佢同佢爸爸就反面啦，因為當時有社會運動，佢同佢爸爸有政治上嘅分歧，而佢阿爸之後亦都做咗啲嘢，令到佢唔可以再信任。係咩事呢？話說 AP 爸爸一向就會用 AP 嘅信用卡去俾錢嘅，去買嘢嘅，之後亦都會還錢俾 AP。但嗰時佢阿爸開始搞生意，跟住就碌咗佢啲錢唔還啦。見到咁 AP 就追問佢老豆啦，佢老豆就敷衍佢，話之後邊日就可以還錢，但最後又係唔還，連續4、5、6次都係咁。AP 曾經建議佢阿爸問啲親友借錢，為佢填咗筆卡數先，因為張卡係佢嘅，係佢會俾人追。佢喺訪問入面係咁講嘅，問題係你要理解你自己做緊嘅嘢係影響到我。無計可施底下，佢就唯有向朋友借錢啦，但亦都叫佢阿爸要還錢，唔係佢就還唔到俾朋友。佢阿爸繼續 hea 佢話會還，但幾個月後依然唔還。AP 不停咁追問，但佢阿爸只係話生意有問題。喺訪問入面，AP 亦都感慨
話好彩有佢朋友借錢，唔係佢就會俾幾間嘅銀行追數。而去到某日嘅下晝啊，佢阿爸就喺屋企入面賭馬，終於令到 AP 上手啦。佢係咁講嘅：我心諗下，我呢面爭緊咁大條數，你仲同我喺度買馬，10蚊都好啊，你俾10蚊我都係錢啊，你拎去買馬，真係我可以叫做你完全爛泥扶唔上病，你完全冇嗰種心去解決啲嘢。故此 AP 就選擇分好多日去將啲嘢放入背囊帶走，然後就出去租樓住，唔通知佢阿爸。咁樣多咗筆額外嘅開支同埋欠債。AP 就形容啊，當時好多事都做唔到，再後嚟佢喺直播入面一時忍唔住鬧佢阿爸冇還過佢1分1毫，話唔想見佢阿爸。咁佢阿爸先 message 佢話可以過5000蚊過去戶口，但 AP 就話唔使啦，當係咁多年嚟嘅養育費就算啦。即使經歷咗種種嘅難關， AP 亦都自信咁堅持落去，繼續拍片，去咗好多地方度拍，例如一啲舊嘅電視台廠啊，仲有啲廢屋啊等等。佢亦會好大膽咁測試一啲禁忌，例如7月嘅時候食祭品啊，諸如此類。佢嘅一人靈探當時就好受歡迎，令到佢後來俾潘少聰嘅網台睇中，請咗佢去負責兼職外景嘅靈探。而去到21年啊，佢亦都俾開電視請咗做怪談一路好走嘅主持，同關寶慧合作。越嚟越紅底下，佢亦都開始嘗試更多種類嘅片，例如 vlog 同埋一啲廣告片。不過呢啲片嘅一啲合作就令到佢廣受爭議。補充少少背景資料先。2021年7月 JPEX 就喺香港成立咗一間公司，由呢個郭浩良出任董事。去到22年，佢哋就大肆宣傳，包括曾經話自己係日本或者澳洲嘅平台，同 Visa 有合作等等。但喺同年嘅3月就已經俾日本交易所集團同埋 Visa 否認。去到22年7月 JPEX 更加俾證監會列入咗無牌公司及可疑網站名單。而呢啲消息當時就已經俾唔少報紙所報道，加埋當時嘅幣圈好多幣啊或者交易所經常出事，於是乎好多人就喺2022年至到2023年5月喺網上面成日鬧 JPEX 同埋宣傳 JPEX 嘅人，好早就已經有人話呢啲係雞棚係谷嚟嘅。不過呢個世界有好多人心存僥倖嘅，佢哋嘅貪婪就令到佢哋唔聽人勸。唔知 AP 係咪咁啦，定係有其他嘢啦？去到23年年中開始啊，AP 就同雙雙有一啲合作啦。邊個雙雙呢？就係喺11月5號 JPEX 案入面俾人告嗰15、16個人入面嘅梁以商。梁以商而家係俾人告緊一項欺詐地話罔顧實情地誘使他人投資虛擬資產。而 AP 當時就已經同佢合作，有啲 vlog 或者靈探片都會有雙雙出嘅，當中 AP 或者雙雙亦都提及到 JPEX 嘅虛擬貨幣。AP 亦都有開設一啲群組啊，或者喺佢影片嘅資訊欄或者 Facebook 上面出一啲 po，入面就有一啲邀請碼係關於虛擬貨幣嘅，更加有直接講明係 JPEX 嘅。除咗呢啲 cap 圖之外，更加有明顯嘅例子，例如呢條片傳聞中嘅特斯拉測軌大法，車上屏幕竟顯示墳場竟顯示鬼影幢幢，喺片嘅6分53秒。AP 就話呢條片有金主爸爸，然後去到8分20秒，佢同佢啲伙伴就去到 Unicorn 嗰度接雙雙，去到9分29秒。AP 又以問題問雙雙有冇嘢想講啊，似乎暗示雙雙去介紹自己。雙雙就話星期2、4、6都可以去佢嘅 Unicorn 實體鋪嗰度揾佢問一啲虛擬貨幣嘅問題。AP 亦都叫佢嘅伙伴 Dino 要去，Dino 就表示已經開咗戶啦。而最重點嘅係去到20分36秒，AP 就向啲觀眾話啦，唔靈探嘅人呢，記得買 JPEX 嘅 coin， 而佢嘅伙伴子宇就接佢呢句話買到 JPEX 嘅 coins 就有錢買 Tesla。而 AP 就話冇錯，但如果大家唔知點買 JPEX 嘅 coin 呢，就可以去到 Unicorn 246嗰度揾雙雙。
又例如呢條喊被台北獅子林大樓 AP 進入停車場神秘入口，即刻有料到。喺片嘅開頭，雙雙就企喺 AP 隔籬啦。然後 AP 就話條片係 Unicorn 特約贊助嘅，喺台北靈異超級雙雙旅行團。而去到條片嘅結尾14分57秒，AP 再次感謝 Unicorn 贊助呢次嘅靈探之旅，要啲觀眾逢246就可以去揾雙雙分享呢個加密貨幣嘅理念。只係呢條片呢，就冇乜點提 JPEX 嘅，但喺另一條片又有提啦，就係老闆親證西門町港式酒吧鬧鬼，店外日夜出現神秘人燒紙錢。原片嘅20秒左右就入呢個廣告時間啦。喺呢個時段入面就播咗一條雙雙嘅片，個人嘅頭髮同埋個身呢都係雙雙嚟嘅，但就用咗當時嘅換面嘅，將 AP 個樣代替咗雙雙個樣。下方就有對幣預約，有2個電話啦，有 WhatsApp 啦，有呢個 QR code。跟住呢，雙雙就喺度講嗰啲虛擬貨幣嗰啲好唔知乜嘢嘅術語啦。當中就提到 JPEX 嘅 JP Train， 然後就繼續講嗰啲術語啊，乜嘢鏈啊、節點啊、質押啊，係1分50秒左右啊。又再提多次，好似最近 JPEX 推出嘅 JP Train 節點呢啲片同埋部分嘅圖，好明顯就係反映 AP 當時同呢個雙雙合作，從而提到好多 JPEX 叫人買 JPEX 嘅貨幣等等。而嗰陣時其實有觀眾提佢要小心，叫佢維持初心，唔好變質，但佢就完全唔理，淨係話 Web 3.0冇嘢嘅，唔驚嘅。唔知佢係真心覺得掂啊，定係為咗其他嘢啦。無論係邊樣都好啊，咁大家都知啦，去到9月 JPEX 就爆煲啦，先俾證監點名，過多幾日就出唔到金，啲人血本無歸。而喺啱啱爆嘅時候，我仲記得 AP 喺度直播緊嘅，冇記錯嘅話應該喺度賣緊水果嘅。喺直播嘅聊天室入面，有唔少嘅觀眾就話 JPEX 出咗事，上晒新聞啦。但 AP 就回應啦，話唔驚，話就算出事啊，佢都係受害者，冇事嘅，又話唔會刪片嘅。點知直播完之後呢，佢就 YouTube delete 咗好多片，改晒好多資訊啦，或者喺後台入面編輯過段片。例如頭先提到嗰條西門町嘅酒吧片呢，佢就將成個廣告嘅時段剪走咗。不過呢，有人更加快手，將佢好多嘢，例如資訊欄嘅連結，又例如 Facebook 嘅 post， 甚至乎 WhatsApp 群組入面嘅對話都 cap 咗圖。亦有好多偷片嘅人，即係大陸佢哋所稱嘅搬運工，咁就將佢啲片偷咗上去 Bilibili。咁有啲呢就會將廣告嗰啲位剪走啦，但有啲頻道呢就冇啦，保留咗落嚟，原汁原味，大家仲可以去睇嘅。喺將啲嘢刪除咗之後， AP 就開直播啦，話自己冇幫過 JPEX 宣傳，又冇幫過相關嘅交易所賣廣告，話佢冇收錢嘅，只係同其他人合作，啲平台搭平台咁先可以連到雙雙嘅啫。佢又話自己有篩選過啲廣告商，推咗好多㗎啦，有盡力調查，話 JPEX 喺6月之前係冇任何問題嘅，9月更加先出新聞。佢表示自己唔可以預示到呢啲嘢，佢都唔知嘅。唔係嘅話就唔會講啦。佢話向嗰啲因為佢而買咗 JPEX 嘅貨幣嘅人道歉，但只係道歉。佢強調啊，自己都係受害者，唔係咩宣傳嘅人。咁呢啲說話自然就引起好多反彈啦。喺網上面 Facebook 嘅群組啊、連登嘅討論區啊等等，都有人鬧佢。不過眾所周知啦，呢個世界有盲目嘅 fans 嘅。例如而家俾人拉咗告緊嘅陳怡，當時一樣好多 fans 撐㗎，跟住再加上善忘，隔咗2年之後，慢慢啲人就唔太記得，亦都唔太講呢件事啦。佢亦都如常咁拍片，只係去到2025年10月底，佢又涉及另一單嘅爭議當中，再次俾人鬧。大家仲記唔記得喺介紹佢嘅背景嘅時候， AP 係親口承認話自己2019至到2020嘅時候係靠朋友借錢俾佢，佢先可以渡過難關嘅。
而 JPEX 嗰 part 又提到佢片入面有伙伴嘅，叫 Dino，都係 YouTuber，channel 叫 No Tech Show 奴隸秀。原來背景嗰 part 借錢嘅朋友，正正就係呢位 YouTuber 伙伴奴隸秀 Dino。點知嘅係佢兩個就反咗面喎。究竟咩事呢？根據佢哋兩個人之前直播所講，佢哋係讀書嘅時候識噶啦，朋友嚟嘅。而正如背景嗰 part 所講啦，喺5、6年前，Dino 就知 AP 有親人爭卡數，AP 自己就入不敷支，為免朋友兄弟泄息俾銀行啊，Dino 就好有義氣咁，係咁出錢幫手借錢俾 AP。而搞掂咗佢老豆嗰筆之後啊，根據 Dino 喺直播入面所講，AP 嘅 YouTube 要請助手去剪片、上字幕等等，平時生活有唔少使費大使，依然入不敷支，繼續爭卡數。Dino 就繼續幫手，係咁用自己積蓄幫佢還，亦都曾經好溫和咁勸佢唔好太大使。而呢啲勸喻亦都係好溫和嘅，佢尊重對方嘅選擇，而借嗰啲錢亦都唔收息，容許 AP 優先俾翻佢。就咁樣不斷借底下，最高峰嘅時期 AP 爭 Dino 60萬，但只係還咗好少，一直都冇乜點還過，直到去到年半之前，即係2024年4月。AP 仲爭 Dino 52萬，而嗰陣時 AP 有而家嘅女朋友 KBB， 試過拍片送名牌俾女朋友，亦都成日開直播話自己玩股票、玩啲虛擬貨幣、賭撲克、賭波、去旅行，有接唔少廣告，又上電視，生活似乎過得好寫意下，咁即係手頭鬆啦。相反 Dino 就因為信咗 AP 同埋雙雙，買咗 JPEX， 蝕咗5皮，佢又開始拍拖喎，咁就生活好拮據啦。為咗生活開支交租嗰啲啊，佢亦都爭落銀行錢，為咗還錢交租家用生活。因為拍片嘅收入好少，所以喺拍片之外，佢同時要打3份嘅兼職工作，包括返保安、救生員、教水，搞到佢非常之攰，成日喺直播入面冇精神，甚至瞓着。為咗緩解壓力，Dino 就喺嗰時建議 AP 分24期還返啲錢俾佢。佢直播入面讀出呢段 message： 你諗下，你幾時可以找條數俾我啦？我都明你有開支嘅。你有你嘅生活，咁我將來都有女朋友噶嘛，各有各大家嘅生活，咁都係時候要計條數。我2、3年前借俾你都係預你1、2年內還嘅，中間都隔咗5年啦，高峰嘅時候50、60萬啦。其實如果你負擔得到，都清緊啲啦，只係計本金，5年內做定期5厘都10皮啦。但我唔收息嘅，純粹你俾翻本金我就得啦。咁 AP 就還錢啦，但只係得頭2期有 cap 圖通知阿 Dino， 跟住曾經係朋友嘅2個人就開始少聯絡啦。後來 AP 嘅 Instagram 入面更加唔知點解 block 咗 Dino， 然後每期還錢都遲，又冇交代原因，要 Dino 去追，講好咗24號嘅，但就去到25、26號都冇，又唔覆追嘅 message， 去到27、28號先有，仲要 Dino 要自行記錄 send 翻個記錄過去。對於呢啲啊，喺直播入面 Dino 就話遲唔緊要，講聲，但從來都唔講，唔交代原因，幾時有。而去到10月 AP 就連 Signal 都 block 埋 Dino 冇辦法聯絡唔到 AP， 無計可施之下就出咗 story 喺 Instagram 嗰度追數，但就冇點名嘅，佢只係表示有人到期但就冇還錢，唔知係咪太忙。佢話佢都唔想擺上台嘅，只係得翻呢個辦法。跟住佢亦都有喺直播入面繼續唔點名咁抱怨，佢亦都有勸啲觀眾理性，因為有啲好舊嘅觀眾係知道呢件事嘅。而喺呢個時候呢，有中間人就過嚟傳話啦，叫佢唔好衝動，話 AP 唔係唔還，只係遲咗啫。有指責 Dino 話 AP 唔還錢，Dino 就問嗰個中間人啦，咁佢幾時有啊？中間人就話唔知，叫 Dino 等。然後有人就喺社交平台嗰度點名 Dino，話佢嘅 story 同埋直播咁樣追數係影響到 AP 嘅女友 KBB 同埋 AP 嘅屋企人，而 KBB 亦都喺社交媒體入面聲稱被網絡欺凌，男朋友嘅朋友們一直網絡欺凌我，
經常 cap 我啲影片做 sticker 取笑，還有更多不堪設想的內容。我一直冇出聲，但今天我想放出來給大家看看。幸好我的樣不太難看，所謂的朋友會係咁嘅咩？所以我杜絕了這些朋友。今天以後不會再作回應。AP 之後亦都出 post，話Dino欠佢女朋友同埋家人一個道歉。除此以外，亦都有相信係對方觀眾嘅人 DM Dino，你都借人哋識咗唔少人啦，何必要咁樣啫？佢借錢遲還係佢冇交代，但你影響到人哋屋企人就你唔啱。以前佢幫你增加訂閱，帶你識到而家拍嘅嘉賓，你有冇感恩過啊？喺社交平台同埋直播入面互窒之後，最後 AP 終於一口氣還咗最後嘅7期1511,100蚊。而去到11月1號嘅凌晨，Dino 就再開直播回應。喺直播入面，佢多次咁道歉，話嗰啲 KBB 嘅 sticker 唔係佢做嘅，佢亦都唔知喺邊度嚟嘅，佢都係第一次見。佢話佢未喺連登或者 Flash 上面見過，佢亦都否認有蝦 KBB。佢話希望解開誤會。Dino 又意有所指咁話，自己太冇耐性啦，應該等多1個星期、1個月、半年、1年。等到 AP 還咁咪冇事咯。佢亦都慨嘆，原來 AP 係有能力一下子還晒嗰151100。Dino 亦回應 DM 嘅人話感恩 AP， 亦都鼓勵 AP 繼續追夢，繼續去玩 Poker， 叫佢加油。仲有嘅係，佢都希望觀眾唔好去對方嗰度或者恐怖在線嗰度留言。雖然佢話唔想大家再提啦，但佢就話原來對方對佢有咁多誤會，所以先公開之前嘅直播片段，同埋唔收起呢條直播片段。而呢單還錢嘅爭議，亦都喺呢個 Facebook 連登同埋 Threads 上面有好多人討論，好多人都覺得債仔惡過債主係有問題嘅。而去到2025年11月5號，警方終於就 JPEX 案拉咗16至65個人，包括之前提到嗰個梁以雙雙，咁亦令到 AP 再俾人提及佢當年同雙雙合作嘅嘢，再俾人鬧佢係 JP 人生。暫時嘅爭議就去到呢度啦，大家又點睇呢？最後又係詭異少少嘅評論，咁詭異都係佢嘅舊觀眾啦。當然我唔係用呢個身份去睇佢啦，我用有自己名嗰個身份去睇佢啦。但就睇到 JPEX 之前已經冇乜點睇嘅啦。佢早期嗰啲影片一人靈探嗰啲呢，其實我好佩服嘅，因為佢去嗰啲地方啊，我係唔敢去嘅。第一就係就算你唔信，你都會驚啦，你都會有一啲心理嘅自我催眠啊等等啊，呢啲係祖先遺傳落嚟嘅。第二就係法律上面，我唔知有冇一啲。我唔知咁樣未經同意底下入咗人哋地方會唔會有風險啦。第三就係就算嗰度冇鬼，咁有冇一啲賊仔啊、非法分子啊喺嗰度交易，我都驚嘅。所以我好佩服佢自己一個咁去呢啲地方啦。特別係舊嗰個電視城，我諗好多人都想入去睇下鏡頭以外嘅地方，即係唔敢啫，同我一樣。所以真係好佩服。但漸漸佢就開 live 紅咗之後，就成日分享自己炒賣啊、賭錢啊嗰啲嘢啦。我個人就覺得佢當時係有啲睇唔起返工嘅人，特別係一啲基層啦，就覺得自己炒賣揾到錢或者賭錢揾到錢好勁啦。咁佢事後唔知邊次同人哋嘈啦，唔知係咪 JPEX 之後同人哋嘈呢，佢就俾人 cap 到，佢喺度笑人哋啊，叫人哋你聽日咪繼續返啲400-500蚊人工嘅工咯，而佢就繼續揾大錢，啲人繼續課金俾佢，大致意思就係咁啦。我就唔係好明點解返啲基層工會係一個俾你嘲笑嘅點咯。一個人靠自己雙手養育自己，甚至養育家人，有咩好嘲笑啊？只要嗰樣嘢唔好違法，唔好違反道德，咁咪 OK 咯。你揾到錢你呢，但唔代表你高尚啲喎。呢個亦都係我點解唔係好中意以往嗰啲咩中環價值啊、香港精神。特別有啲家長好中意同啲細路仔講啊，你唔好好讀書呢，第日就好似下嗰啲工人啊、嗰啲清潔工咁。我想講人哋一樣對社會有付出㗎，你唔係特別高尚㗎咋。我自己都有投資，我都唔會咁樣睇唔起啲人啦。咁所以嗰陣時開始就冇乜點睇啦。然後呢，去到 JPEX 呢，我見人有提佢啦，網絡上面，咁我又跟翻啦。我亦只可以奉勸一下啲同行啦，有啲建議係唔作出得嘅。香港係有金融嘅條例去監管嘅，
正如我都有投資，但我唔會具體叫啲觀眾去點樣投資咯，因為會俾人賴嘅。更加唔好提 JPEX 當時個袋已經臭晒，仲要黐埋去。至於 Dino 呢單嘢又係開眼界嘅，我就唔知點解佢唔中意 Dino 啦。但就算你同佢反咗面都好啊，你作為一個債仔，人哋係對你好多優待噶啦，唔收你息，然後你遲還唔使你罰錢。你都有信用卡㗎，你都應該知道遲還錢唔記得還錢，甚至乎係只係俾免批，前者就會罰錢，後者就好重息。當一個債主將咁大筆錢50幾60萬借俾你，背後係好多機會成本嘅，你都有投資啦，你應該知道2020年去到2025年，美國唔好講你自己買嗰啲小眾股。淨係講啲正股啊，大起大落咗幾多次啊？人哋係放棄晒呢啲機會成本去借俾你嘅，但佢就因為朋友義氣拎晒出嚟幫你還。就算唔當佢朋友啊，你作為債仔都應該知足，都應該盡翻債仔嘅本分，準時還完之後有交代通知翻人啦。但你冇喎，期期都遲咁滯喎，仲要 block 人。我真係唔知點解你啲觀眾、你啲 fans 會覺得咁樣係 OK， 可以咁樣去 DM 鬧翻 Dino 轉頭。最後亦都向 Dino 做一個少少嘅道歉又好，咩都好啦。雖然你可能唔想人再講，但呢單嘢喺公海持續咁俾人講，咁我要做懶人包都難以避免要提翻。咁今集就講到你呢度啦，歡迎大家讚好同埋分享，亦都歡迎佢嘅 fans 嚟攻擊啦，亦都歡迎大家留言或者 super thanks， 亦都歡迎大家 follow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咁就可以喺出片嘅時候收到通知啦。而 Instagram 更加會時不時有舊相同埋舊剪報分享。拜拜。